来看台湾股市头一间纯电动车的概念股鸿海集团的鸿华先进，今仔上市挂牌哦，也毋过一上市股票介绍的大热。董事长刘永伟是表示讲哦，过去咱台湾欠缺引擎甲变速箱的技术，所以电动车哦是咱台湾发展汽车产业正好的时机。鸿华先进请击鼓。台湾头一间纯电动车上市公司鸿华先进，今仔日伫创新版上市挂牌，以50块开盘，不过盘中捌到8趴。董事长刘永伟讲，规架车的设计是鸿华上大挑战。整车设计制造这个最大的挑战的这条路，我们决定走这条路走下去。我们有更多的其他厂商也都开始投入整车的设计制造，因为唯有把这个下游能够做得蓬勃发展，其他的上游才会跟着可以带动起来。刘永伟表示，加油的车转做是电动车发展，是台湾踏入全球汽车产业的好时机。过去因为环境的关系，无论是引擎或者是变电箱等等技术的限制，是真恶发挥。即嘛透过电动车换做摩打或者是电子驱动线路，出现无同的机会。希望未来踏入东南亚甲北美的市场。不过台湾想要伫电动车的市场甲人徛起。虽然有 ICT 成熟的制造技术，甲半导体供应链的帮衬，不过要安怎开发全球的市场，加上做车的人才无像欧洲供应链遐尔完整，恐惊拢也有进步的空间。台湾目前比较大的问题是在于说，我们的供应链目前跟国际车厂能够接轨的空间，过去相对比较小。那这个原因也是因为国际车厂过去在电动车的琢磨上面相对比较慢，我们在整体的基础建设啊，还有后续的扶植啊、投资这个力道远低于欧洲或是中国大陆，所以目前看起来好像台湾在这个竞争上面是比较落后。专家表示，目前电动车的市场大部分以国际车厂或者是中国本土的车厂为主，因为未来电动车的需求会愈来愈大。台湾若是会当做车辆系统的整合，有机会伫电动车的市场有一定的地位。记者综合报道。